议员詹培雅市政总质询，首先向市府卫生甲环保局的人员来致敬，因为卫生局不管伫疫情的控制、甲疫苗的施打，互台南市连续10多天来零确诊，对卫生局甲医护人员来表示敬意以外，接续嘛为环保局的人员来签名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餐饮业只会用外早，造成民众家户的粪扫量增加，不止清洁人员不足。而且服务的面积嘛比别个县市搁较大，因此希望市府会用个编列预算，增加人力。另外，伫个环保局禁止使用无透明粪扫袋的政策，议员嘛甲环保局来提出进一步的探讨。伊个垃圾量的增加吼，一袋一袋吼，我看咱的迄个清洁人员哦，安尼大袋的吼，安尼把迄个垃圾吼，遮大袋拢填去垃圾，真正是良心苦。回收物爆量的特别明显啦。哦，对，没错。我那台车有听载到半路就已经满啊，还佫另外一台车来。我想大家拢足辛苦，而且暴增的垃圾量啦吼。我感觉咱的清洁人员一定要增加啦，吼。应该对吧？对，无毋对，一定要增加啦。你甲看，咱拢比别县市，你甲看做较济，面积佫较济。我毋是算人口数尔，我包括你一定要算伊的土地面积嘛，来计算安尼啦吼。市长，我想今年的预算呢，下年度的那个预算的话，这个清洁人员的增加一定要被预算。民众每天必须用，我希望不是开发民众啦，是要控管源头啦。是，我这是一个重点。这个我们都跟几个。我不是不支持，我唔是不爱支持这政策，这政策嘛是好，对未来对咱的一个大环境是好的，但是也不应该有很好的对策，不应该来反市民啦，要控管源头。希望环保局对这个我会多加劝导，尽量用劝导的方式。对，用很好的，有什么方法会当一致，卖来出发的方面，尤其是这届大家拢失业。疫情之下，真可怜啦！除了关心环保的议题，另外议员嘛为地方的建设来签名，尤其市长所提的3提升3永续的政见，包括环境、文教、交通、甲大以及健康等。其中文教方面，对原有的小巨蛋到未来科学馆，虽然中央的经费一直增加，但却无下文。议员希望会用个赶紧来动工。今年到4月。伊讲阮咱教育部长林次长讲，寻求协助，就是要争取经费。伊是今年4月争取经费，市长，你是每年动工，这时程跟那有差距呢。而且我打电话问我们的教育局的时候，我们教育局说，目前原则上，行政院会支持本案进行。市长。今麦4月，每年4月，他会动工吗？这个科学未来馆是不是市长的新愿景的文教永续？是每年4月动工？这地吧，愈调愈大块啊！对啊，是咧骗你，还是调工甲你调工讲因为经费济无法度做。但是如果这样子，市长，你身为台南市长，那我每年4月动工说真的啦，如果说是要我就会先求有再求好。那他一直还没有之前，就一直在饼越画越大，这个不是我的作风。但是因为不是你的作风，市长。但是因为这不是我能够负责的了，所以说我会尽量去跟中央要求说，好啦，您先给我一个就好了啦，不要在那边画大饼。我会跟中央这样反映。另外，伫个大交通加健康方面，市府的目标每年会起2000户的青年主体以及立体停车场。议员嘛希望市长伫个任内会用个全部来动工。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